我要专心感谢摇花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，我要使你欢喜快乐。志愿的啊，我要学到你的名，通互我讲起你一切好的名声。我要伫锡安城的门为着你的救恩来欢喜。这时，请咱兄弟咱大家念圣诗，圣诗282首，圣诗282首。我的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。我的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。感谢上主至大仁义，日日是学乐，日暝是我感谢。安尼何使也无够赢？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也亲像勇猛的人欢喜走伊的路。世
摕到天的迄边。耶和华的律法照正，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因为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比金比最最好金，更通金无。各地的罗卜对遮会受警戒。治罪会知你的失错啊！就你阻止你的罗卜无故意犯罪，我就完全。摇花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我活是为基督，我活是为基督，死得利益有福。我的心目主的福，做你尽忠无误，请咱起立来敬分享。感谢你，原在受阮的请罗卜，今日搁一遍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我们来敬拜你。主，阮是受你所疼的，虽然阮的教会阮暂时无牧者，总是你也差遣你的仆人伫牧师来到阮的中间，会用主上帝你的话来扶持阮的灵命。主，阮献上阮的感谢。主，求你帮助阮。虽然暂时，阮伫第二章，阮无牧者，总是阮知你是阮伫天顶永远的大牧者，你随时甲阮同在，你要保守阮，要看顾阮的教会。伫即个中间，检测阮有侪的事工，阮需要继续来推展。检测有时，阮会拄着一寡阻碍，一寡困难，总是主啊，求你赐予阮有够强的能力。教育智慧，阮徛在中间，阮会当彼此相疼，
彼此来辅助，甚至阮会当彼此来疗伤。阮有时伫无意中，阮来得罪着阮的兄姐，求主你帮助阮，常常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帮助阮所有兄姐，阮毋是甲要听道，阮是要行出主你的道理，互阮伫三听的中间，互人看出阮是主你的学生。自伫一个新学期的开始，阮的彩虹的施工要伫学校搁来推展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怀彩虹妈妈，保守因的心神，保守因的健康，互因将上帝的话带入去校园，帮助着侪侪的细囝，将福音的种子伫因细汉的时阵就放伫因的心内，互因明白主耶稣你。求主你也帮助阮教会亲密团契。有侪侪事工，侪侪兄姐投入伫即个中间，因的辛苦，因的着磨，求主你来保守。主，阮知，你爱阮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阮爱听上帝，阮也爱听家己，阮也爱听阮四周围的厝边，就亲像新的诫命所讲的，阮来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主，求你继续也保守阮，伫老人养老院的侪侪事工。阮知，阮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环境，有侪侪时段需要阮照顾，有侪侪时段需要阮来陪伴。感谢主你有互阮教会一群有心的兄姐，因愿意伫迄个遐做美好的事工，陪伴歹的老人。虽然伫住伫迄个所在，总是主你的安慰也临到伫因的心上。主，求你保守阮。所敬听会阁准备牧师，阮知伫昨昏伊的身体有欠安，若亲像有中风的情形。主，伊是阮所敬听的一个牧者，求主你帮助伊，伫身体软弱的时阵，主你成做伊的扶持，成做伊的医治。主，阮所有兄姐，阮要谦卑伫你的面头前来认罪。主，阮是不配，主，阮实在是袂堪得。总是利用你的宝血来洗净阮，你疗写阮所有的过犯，你也爱阮疗写别人的过犯。主，求你常常真正互阮看好家己，伫阮的软弱的顶面，阮得来为着主你来光强。主，求你保守阮的教会未来，也会当超找到一个合主你心意的牧者，来继续培养阮，来扶持阮，来帮助阮。来宣扬主你的福音，求主你即时甲阮三甲一地，你的圣灵进入到阮每一人中间，互阮用恬静的心来敬拜你，互阮用刻薄的心来敬拜你。主，阮即时愿人的当心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